弟兄姊妹，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人物係叫雅各伯。喺分享之前，我想同大家作一個簡單嘅祈禱。天主啊，求你祝福聽嘅人能夠聽得明白，講嘅亦都講得清楚。求你使用以下呢個人物嚟到去教導我哋點樣去同你相處，點樣去跟隨你去走呢一生。我哋咁樣嘅祈求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寶貴名字祈求，阿們。喺分享雅各伯嘅詳細生命嘅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做一個好簡單嘅簡介先。雅各伯係邊個呢？佢就係依撒格同太太黎貝加所生嘅一對孖生仔當中嘅弟弟。佢個名原文嘅意思就係抓住腳跟者，我哋廣東話嘅意思就係捉住個腳踭嗰個人。點解會有咁怪嘅名呢？就係因為雅各伯出世嘅時候，佢緊緊咁樣抓住哥哥厄撒烏嗰個腳踭。呢個名彷彿就預示咗佢嘅一生，就係佢總想憑住自己嘅能力去抓住佢渴望嘅一切。年輕時嘅雅各伯的確係咁。佢曾經用一碗紅豆湯嚟到換取咗哥哥長子嘅名分，又喺媽媽嘅安排下騙取咗父親原本要俾厄撒烏嘅祝福。雖然雅各伯係渴望天主嘅應許，咁樣本身係冇錯㗎，人人都渴望天主嘅應許啦。不過佢習慣咗係依靠自己嘅聰明、自己嘅計仔嚟到去爭取，結果佢不得不為此而付上代價，就係要逃離家園，展開咗漫長而且艱辛嘅人生旅程。不過天主並冇放棄咁樣一個充滿缺點嘅人，天主揀選咗雅各伯，並透過要佢經歷等待啦、挫折啦、失去啦、恐懼等等，當然亦都賜俾佢唔同嘅恩寵，一步一步嚟到去塑造佢嘅人生。喺漫長嘅歲月裏邊，天主不斷拆毀佢依靠自己嘅心，亦都不斷建立佢嘅信德，使佢逐漸學會從依靠自己轉向依靠天主。到咗晚年，呢位曾經竭力找取祝福嘅人，終於成為一位能夠祝福別人嘅人。雅各伯嘅一生正係天主將雅各伯塑造成為以色列嘅一個過程。雅各伯係佢年少時個名啦，但係以色列係後來天主賜俾佢嘅名。接落嚟就讓我哋一齊睇下天主點樣一步步帶領佢，從追逐祝福一個咁嘅人，成為真正認識賜福天主嘅一個人。塑造佢從一個想抓住一切嘅人，成為一個被天主緊緊抓住嘅人。所以我頭先講就係天主點樣從雅各伯塑造成為以色列嘅一個過程嘅一個故事啊。好，我而家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喺咁多個階段當中嘅第一個階段。呢個分享係長嘅，因為雅各伯嘅事件喺聖經裏邊佔嘅篇幅係亦都長嘅。以下落嚟我亦都冇辦法去同大家讀出好詳細嘅經文，因為太多章節啦。咁所以咧，我只係揀選一啲好簡單嘅經文嚟同大家去交代嗰一件事嘅內容啊，好嘛？咁我而家首先同大家講咧，佢喺生命裏邊，我分咗6個階段嘅第一段。呢段落咧，我會俾個主題佢就係血氣的生命，就話樣樣都靠自己嘅計算嚟到生活。經文喺創世記25章24至34節，27章
41至到46節。喺呢度有幾點嘅。第一點，我俾佢嘅主題就係天性係一個找取者。嗱，雅各伯同厄撒烏同為孖生兄弟，當佢哋仲喺母胎裏邊嘅時候咧，彼此發生衝突。於是媽媽黎貝加就去求問上主啦，點算呢？上主回答佢話：兩個民族喺你腹中，年長的要服侍年幼的。創世記25嘅23。原來天主一早已經預示咗俾佢哋知道，將來要承受應許嘅並非長子厄撒烏，而係弟弟雅各伯。到咗生產嘅時候，厄撒烏先出嚟，不過雅各伯緊緊抓住哥哥嘅腳跟，即係腳踭啊！因此就取名叫做雅各伯。呢個細節彷彿預示咗佢日後嘅人生，佢總係急於抓住祝福，唔輕易放手㗎。呢一份對祝福嘅渴望，將會貫穿佢嘅一生，直到佢學會不再用自己嘅方法去找取天主嘅恩賜。喺呢個階段嘅第二點，就係話佢用紅豆湯去換取長子嘅名分。長子嘅名分當然係屬於哥哥㗎啦，哥哥係長子啊嘛，係咪啊？好啦，個事件就係咁嘅。當厄撒烏從田間打獵返嚟嘅時候咧，又肚餓又疲倦，雅各伯就抓住呢個機會，向佢提出一個條件啦，就係我用一碗紅豆湯嚟交換你長子嘅名分。哥哥厄撒烏因為眼前嘅飢餓同眼前嘅需要，就輕看咗長子呢個名分，將家族嘅傳承祝福傳俾長子噶嘛，係咪？將家族嘅傳承同天主嘅應許所賦予嘅尊榮，看作為可以用一時嘅滿足嚟交換嘅東西，係嘛？太輕看天主嘅祝福啦。而雅各伯的確又得到佢所渴望嘅結果嘅，係佢換咗啦嘛。不過佢取得嘅方式就顯露咗佢本身有嘅問題，就係佢將天主嘅應許同埋恩賜看作為人可以用計算交換嘅一個籌碼。佢試圖做自己嘅方法嚟到找取天主所應許嘅祝福，而唔係憑信心去等候天主嘅成就。即係佢冇將天主擠喺天主個位咯，係嘛？即係話天主，我要等你嚟祝福，不如我自己嗱嗱聲就搲到呢一個嘅結果。終於，雅各伯雖然係得咗長子嘅名分，不過亦都為此付出沉重嘅代價。佢經歷咗家庭關係嘅破裂啦，逃亡嘅艱辛啦，因為哥哥嬲要追佢啊嘛，追殺佢，以及多年呢，佢後來走咗之後，佢多年被人欺騙同埋對付嘅一個咁嘅歷程，佢經歷過咁樣嘅歷程。呢段故事提醒我哋，天主嘅應許固然寶貴，不過若以人自己嘅計算嚟到取代對天主嘅信靠，咁即使暫時你得到，亦往往需要承擔相繼嘅後果。正所謂我哋中國人都有講，取之有道啊嘛。呢個道係乜嘢？係天主嘅道咯，係嘛？天主嘅旨意咯，取之有道。好，喺呢個段落裏邊嘅第三點，就係佢點樣騙取祝福啦。祝福係乜嘢咧？其實天主喺盟約當中嘅臨在，同埋喺盟約當中嘅承諾，係嘛？OK，呢一段嘅內容就係咁嘅。依撒格年老嘅時候咧，眼睛昏花，睇唔清楚啊，不能看見啦，因此佢無法辨認前嚟佢
跟前接受祝福嗰個到底係雅各伯啊，定係厄撒烏？而雅各伯喺母親嘅策劃下邊，就藉住裝扮欺瞞，使以撒格以為誤以為佢就係哥哥厄撒烏，於是乎就將祝福呃咗過嚟，係嘛？爸爸睇唔到，於是佢扮哥哥，於是乎就將祝福呃咗啦。當真相揭開嘅時候，厄撒烏嘅憤怒使雅各伯不得不逃跑避難，佢得到嘅祝福嘅結果，卻亦都立刻失去安穩嘅家園同埋人際嘅和諧，而以後一段較長嘅日子裏邊，就成為佢人生最低點嘅經歷之一。我喺呢個段落裏邊有一個小總結，就話喺呢個階段嘅雅各伯對天主嘅許諾雖然有渴望，但係缺乏完全嘅信賴。佢冇耐心去等待天主按照天主嘅方式、時間嚟到成就應許，而係透過自己嚟咯，係嘛？用自己嘅欺瞞啊、計算啊嚟到奪取呢個祝福，嘛，非君子也啦。咁顯示佢仍然依靠自己嘅能力多過依靠天主，亦都為日後生命被天主轉化咧埋下咗伏筆。喺呢度我好想反省，我反省下我係唔係亦都曾經好似厄撒烏咁樣，為咗眼前屬世界短暫嘅利益，就忽略咗天主應許嘅天福。有時我哋係為咗眼前一啲利益，有時會不擇手段，忘記咗天主對我哋嘅期望同埋教導。喺不知不覺間，我哋其實係忽略咗天主應許嘅天福。又或者我哋去反省，我自己係唔係亦都曾經好似雅各伯咁樣，為咗達成目標而忽略咗天主認為嘅正確方法。其實天主唔止在乎我哋得到啲乜嘢，亦都在乎我哋係點樣得到呢啲乜嘢。天主願意塑造嘅唔單止係我哋嘅人生結果，呢個人有呢樣有嗰樣，有好多嘢。唔係，天主唔單止係即係塑造我哋嘅人生結果，佢更係要塑造我哋嘅生命品格。好，跟住落嚟雅各伯生命嘅第二段，個主題係曠野的轉折。喺呢處佢遇見咗天主。經文係創世記28章10至到22節。喺呢處又係有幾點。第一點係孤獨同埋恐懼。因為哥哥嘅憤怒，雅各伯無奈要逃離家鄉，前往哈蘭呢個地方嚟到投靠舅父拉班。喺一路上，佢失去咗以往熟悉嘅一切。冇咗爸爸嘅庇護啦，冇咗家人嘅陪伴，當然亦都見唔到媽媽啦。當太陽落山嘅時候，佢只能孤獨咁樣喺曠野露宿。佢攞咗一塊石頭做枕頭，佢就喺嗰度瞓着咗啦。第二點，天梯的異象。天梯，一堂梯嘅梯啊！就喺夢當中咧，天主主動向佢顯現。雅各伯見到一堂梯立喺地面上邊，呢堂梯好犀利，佢直達天庭。而天主嘅使者咧，就喺呢堂梯上邊上去落嚟，上去落嚟。當時上主就向雅各伯重申佢之前同亞巴郎同依撒格所立嘅盟約。天主並將土地同後裔呢一個嘅應許咧，再一次嘅賜俾佢，並保證話：看，
我與你同在。你不論到哪裏去，我必護佑你，領你回到此地。呢個應許帶佢返鄉下。創世記28:15。教會嘅傳統呢，通常係將呢個異象視為救恩歷史嘅預象啊。點解咁講呢？就係嗰堂梯呢所指向嘅係基督，而天主同人之間嘅交通呢，亦都因住基督，即係呢堂梯啊，而得以完全實現。大家明我意思嘛？如果個堂梯係指向基督嘅，人就能夠透過呢堂梯點啊？從地面上一路行上天庭，即係話天人之間嘅橋梁就係呢堂梯，而呢堂梯就被視為係主耶穌基督。OK， 喺呢個階段嘅第三點就係雅各伯第一次真實嘅回應。佢以往都冇乜，我相信佢都冇乜去同天主好深嘅溝通。佢唔知係聽唔到天主講嘢啊，定係佢冇乜同天主講嘢嚇。喺呢一處咧，就係第一次好真實咁樣回應天主。雅各伯從個夢醒咗之後咧，好敬畏咁講啦。哇！上主實在這地方，我竟不知道啊！他認定呢個地方就係天主嘅家，天上嘅門，因為睇到個堂梯係嘛，豎立喺上邊，個天開咗，天使行嚟上去落去上去落去，佢覺得呢度係天主嘅門嚟嘅，天上嘅門。於是乎就將浸過嘅石頭豎起身，豎立為石柱，並在上面倒油祝聖，紀念呢個地方，紀念天主。然而佢隨後所許嘅願呢，即刻顯示出佢嘅信德仍然處於起步嘅階段。因為佢點講啊？佢話：若天主與我同在，在我所走嘅路上護佑我呢，好多嘢，又使我平安返到父家呢。咁上主實在就當是我的天主。創世記28:20-21。雅各伯當然冇拒絕天主呢一個嘅召叫祝福啦，不過佢個信靠明顯係帶住條件性嘅，即係話佢嘅意思即係話天主，如果你履行咁樣嘅祝福俾我呢，咁你便當是我的天主。係咪有條件啊？喺呢個階段當中，佢未完全學會信賴天主。因此佢仍需要經過漫長歲月嘅磨練同埋更新。喺呢段裏邊嘅小總結，喺呢段經文當中，我哋睇到天主主動向一個正住逃亡、充滿不安嘅人顯現，並應許與佢同行。就係呢個就係天主嗰份嘅慈愛同埋忍耐。你估天主係咪淨係對雅各伯係咁呢？唔係。我覺得佢對我哋一班罪人喺唔完全嘅時候，已經係俾我哋唔同嘅祝福、忍耐、領導，係咯。如果冇天主從我還是罪人嘅時候陪伴我，我點會有少少進步呢？當然我更加需要佢喺我生命之後繼續嘅祝福我，所以我更加合佢嘅心意。呢個就係天主嘅仁慈。不過雅各伯嘅信德係尚未成熟嘅，佢需要透過往後一啲嘅人生經歷，更深嘅去認識呢位信實嘅天主。生命嘅轉化始於天主嘅恩寵，但信德嘅成熟則需要時間慢慢塑造。天主唔係話一撻個手指，哇！即刻由一個罪人就變到聖人咁嚇，唔係咁樣嘅。反省部分，我哋係咪都好似雅各伯咁樣，時時帶住自己嘅期待嚟到天主面前？我想咁，我想咁，我想咁。你祝福我呢樣啦，你祝福我嗰樣。
希望天主按照我哋嘅計劃嚟到行事。不過，當天主嘅帶領同我哋嘅想法唔同嘅時候，我哋係唔係仍然願意信靠佢？喺前路未明、看唔見結果嘅時候，我哋係咪仍然相信天主與我同行？我係咪仍然會以天主作為我哋嘅天主呢？咁樣可以喺呢度反省一下。我之前都略有講過，其實雅各伯嘅一生係反映我哋信徒信仰嘅唔同階段，所以我好鍾意呢一個嘅故事。接落嚟我分享嘅就係雅各伯人生第三個階段。呢個階段就係佢被天主調教咗20年，透過咩呢？透過喺拉班嘅學堂裏邊被調教。創世記29章1至到31章嘅55節，喺呢處有3點。第一點係騙子遇見騙子。雅各伯嚟到哈蘭，佢投靠舅父拉班。雅各伯深愛拉班嘅細女勒克爾。為咗迎娶佢呢，佢甘願替拉班工作咗7年。不過婚禮當晚，佢竟然發現拉班將個大女勒亞俾咗佢，而唔係勒克爾。拉班嘅解釋就係話：我們這地方沒有先嫁幼女而後嫁長女的風俗。喺創世記29章26節。其實拉班係咪應該早啲講呢？咁點解要7年之後先至話俾佢聽咁嘅風俗呢？之後又要佢再做多7年呢？不過 anyway， 雅各伯又要為咗迎娶勒克爾再服侍拉班多7年啦。此後拉班多次改變雅各伯嘅工錢，使佢多年承受不公平嘅待遇。呢啲就正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嘅寫照啦。呢個曾經靠計謀取得祝福嘅雅各伯，而家遇上一個更善於計算嘅人。第二點，天主喺背後工作。喺呢個情況下邊咧，真正帶嚟轉機嘅係唯有天主嘅介入。雅各伯真係唔係佢舅父嘅對手。天主喺夢裏邊指示雅各伯，俾佢睇見拉班背後做緊啲乜嘢，並且天主讓啲羊群嘅配種呢，嗰個配種結果喺朝向有利於雅各伯嗰個方向發生。後嚟雅各伯亦都明確承認，若唔係佢父親嘅天主喺佢呢一邊，拉班一早就將佢打發走啦，讓佢空手離去。創世記31章42節。第三點，喺呢段時期，雅各伯仍然係精明嘅，不過學會咗喺依靠當中行動。就係話喺呢20年並冇將雅各伯變成一個消極被動嘅人，佢仍然係運用自己嘅經驗咧，觀察嚟處理羊群，並盡力為咗自己嘅家業嚟到去打算。當拉班提出讓雅各伯自己定工價嘅時候，雅各伯都唔敢要求多，佢只係要求羊群當中少數帶住有斑點啊、有花紋啊同埋黑色嘅羊呢，作為自己嘅報酬。不過拉班醒目啊，隨即將呢啲原本數量唔多嘅雜色羊呢，從佢嘅羊群當中分別咗出嚟，唔係交俾雅各伯自己去牧養同埋配種，唔係，佢交俾佢個仔呢，另行去牧放，並將雅各伯佢負責牧放拉班其餘冇雜色嘅羊將呢兩種羊相隔3天嘅路程，使呢兩群羊彼此隔離，企圖呢係使雅各伯一無所有。呢個係創世記30章35至36節。喺咁樣不利嘅情況下呢，雅各伯仍然設法去管理佢嘅羊群。例如點呢？例如佢曾經喺
羊飲水嘅槽前邊放置剝去皮嘅樹枝。咁啊，剝去皮嘅樹枝，咁佢希望影響羊群嘅繁殖，即係佢自己希望啫。即係嗰啲剝咗皮嘅樹枝一條一條咁有斑紋啊嘛，咁佢就希望啲羊望住呢啲咁嘅樹枝咧去繁殖嘅時候咧，於是乎就會生出呢啲有斑點啊、有條紋啊嘅羊咁。事件喺創世記30章37至42節。不過後來雅各伯先至明白，真正使佢興旺嘅並唔係人嘅技巧，而係天主嘅眷顧同埋作為。正如天主喺夢當中向佢顯示咁樣，係天主睇見拉班對佢嘅虧待，於是乎親自介入，使佢嘅羊群增多咁。創世記31章11至12節。呢度係一個簡單嘅敘述，希望大家去睇返原本嘅經文就會清楚。喺處有個小總結，雅各伯喺拉班嘅屋企呢20幾年嘅辛勞等待咧，同埋不公平嘅待遇，使佢學習到咩啊？忍耐同埋堅持，亦都讓佢一步步體會到，除咗佢嘅努力之外，除咗佢善用智慧之外，真正嘅祝福其實係來自天主嘅眷顧，係天主嘅信實。因為天主話咗照顧佢啊嘛，係咪啊？保護佢啊嘛。因此，雅各伯開始學習將結果交俾天主，相信佢喺暗中會引導一切。喺呢處反省。今日嘅我係咪相信天主正喺我睇唔見嘅地方引領同埋祝福我呢？當事情不如預期嘅時候，我係咪急於用自己嘅方法嚟掌控一切呢？定係願意耐心等待天主嘅時間？願我哋一齊學習喺努力當中依靠天主，喺等待當中信賴佢嘅成全。跟住落嚟係佢人生嘅第4階段，佢面對最大嘅恐懼。咩恐懼呢？就係佢將要面對哥哥厄撒烏。創世記32章1至到21節。喺呢處第一點，回家的路。天主嘅時間到啦，就吩咐雅各伯離開拉班，返到自己個家鄉，並向佢保證話：我必與你同在嘅。雖然天主有咁樣嘅應許，不過雅各伯知道佢始終要親自面對嗰位曾被自己欺騙，又定意要殺佢個哥哥厄撒烏，因此佢個心真係難免充滿咗恐懼同不安。第二點，恐懼當中嘅策略，佢仍然有自己嘅策略。佢知道厄撒烏即將要臨到嘅消息之後，咩叫臨到呢？即係佢面向家鄉嘅面去向哥哥嘅方向返屋企啊嘛。咁哥哥聽見嘅消息嘅時候，當然要向住佢呢個方向嚟到去迎接佢啦。咁所以哥哥都係就嚟即將臨到嘅消息，佢知道之後，雅各伯大為害怕。於是乎佢將人啦、羊群啦、牲畜啦分成2隊，希望萬一一隊遭遇攻擊，另一隊仍然可以走得甩啦。仲有佢又預備咗好多豐厚嘅禮物，一批一批先去到哥哥面前，希望藉此平息哥哥嘅怒氣。呢啲安排反映出佢仍然習慣用人嘅智慧嚟到去應對危機，佢就係好醒目嘅人。雖然佢已經開始依靠天主，但內心尚未完全放下對自己能力嗰份嘅依靠。第3點，關鍵嘅祈禱，真正嘅轉折咧喺佢嘅祈禱嗰度。今次佢坦然向天主承認自己嘅不配。佢話：你向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和誠實，
我原不配承受。同時佢亦都抓住天主嘅應許，又抓住咯噃，懇求話：我求你救我脫離我哥哥厄撒烏的手。今次唔再係以條件換取祝福，而係憑信德投靠嗰位曾經向佢許下應許嘅天主。佢就揸住天主嘅應許嚟到求。喺呢處有個小總結，天主已經將雅各伯帶領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佢開始承認自己嘅有限，又願意向天主求助。呢個求助當然係冇嗰個條件性喺度啊！即係如果你咁俾我，你就應當為我的天主，即係冇咁樣嘅意味喺裏邊。不過佢仍然保留咗好多靠自己嘅習慣，因此喺同厄撒烏會面之前呢，天主仲要親自對付佢生命當中最深處嘅依靠，使佢從雅各伯真正成為以色列。我哋一陣間跟住會睇下呢件事件嘅詳細情形。不過喺呢處咧，我先做個反省，就係人生當中好多嘅困難啊，其實係我哋過去選擇所留低嘅結果，就係好似雅各伯終歸要面對厄撒烏一樣。不過當我哋走到無能為力嘅地步呢嘅時候呢，係咪願意好似雅各伯一樣坦然嚟到天主面前，承認自己嘅有限同埋不配，並緊緊嘅抓住天主嘅應許？因為信德嘅成長，往往唔係從我哋變得更有能力開始，而係從我哋睇見自己嘅軟弱，並學會依靠天主開始。我哋而家落嚟嘅係雅各伯生平嘅第5階段，就係佢喺培尼爾呢地方遇見天主，生命嘅另一個轉捩點。創世記32章22至到32節，落裏邊有幾點。第一點，雅各伯獨自一人，而喺呢個時候喺孤單當中，天主工作。嗰一夜，雅各伯將妻子啦、婢女啦，同埋佢啲兒女咧送過咗亞波克河，讓佢哋先渡到去對岸，而佢自己獨自留下。呢一份孤單嘅時刻，標誌住佢從依靠自己嘅計算同埋謀略，轉向咗天主親自介入嘅起點。經文係咁記載，有一個人前來與他摔跤，直到黎明。雅各伯當然並非主動尋求呢件事啦，而係喺孤單當中，喺孤獨當中，佢被天主帶入去呢一場屬天嘅掙扎裏邊。佢同嗰個人摔跤，而嗰個人見到自己未能制服雅各伯，於是乎就觸摸咗佢嘅大腿窩，使佢嘅大腿窩脫咗臼。不過雖然脫咗臼啫，但係雅各伯仍然緊緊抓住對方，幾大都唔放手，直至到乜嘢啊？領受對方嘅祝福為止。雅各伯同天主摔跤，當然唔係靠力量勝過天主啦。喺呢度即係講一講先啦。而係佢喺黑夜當中始終唔放手。呢份唔放手係討天主喜悅，因為佢唔放手係藉住對天主嘅信靠同埋堅持啊嘛。最終佢係領受到天主嘅祝福。第二點，天主俾咗佢新名字、新生命，佢從找取祝福直至到找緊天主。當雅各伯堅持話你若不祝福我，我決不讓你離開嘅時候，嗰個人為他改名，從雅各伯改為以色列。呢個名字係咩意思呢？呢個名字表明雅各伯喺
同天主同人嘅搏鬥當中，蒙天主保守而得勝咁解，係一個得勝嘅名字嚟嘅。同時，雅各伯將嗰個地方亦都稱為培尼爾，因為佢話自己面對面見咗天主，竟然仍得以保存。原來培尼爾係咁解啦。黎明嘅時候，佢都過河啦。過河嘅時候，因為大腿受咗傷而跛下咁樣行。不過呢個外在嘅殘缺，反而成咗佢內在生命更新嘅記號。過去講過好多次啦，佢靠自己嘅策略去找取祝福。而家佢喺破碎當中學會找緊天主，因為真正嘅祝福唯有來自天主。於是雅各伯瘸腿繼續前行，瘸腿即係跛下咁解，去迎見厄撒烏啦。今次佢再唔靠自己啲乜嘢，而係7次伏地叩拜，謙卑咁樣走向哥哥。出人意料嘅就係厄撒烏竟然跑嚟迎接佢，將佢抱住，伏喺佢嘅頸項上邊，彼此哭泣。雅各伯終於明白啦，真正改變人心嘅唔係人嘅手段，而係天主嘅作為。另外一點係講回望雅各伯一生，天主要改變嘅唔止係環境，係咯，天主有時佢唔改變人嘅環境，佢改變嗰個人啫嘛，係咪？好啦，喺呢段裏邊，我咁樣去準備嘅，為大家。雅各伯一生最大嘅問題，並唔係鍾意呃人啊，或者鍾意計算，佢更深層嘅問題就係，佢總想靠自己嚟到去取得天主早已經應許要賜俾佢嘅祝福。早喺佢尚未出世之前，天主已經向佢嘅母親黎貝加宣告，佢話年長的要服侍年幼的，記得嘛？喺創世紀25章嘅23節。換句話嚟講，長子嘅名分同祝福原本就喺天主計劃之中係俾佢噶。不過雅各伯始終唔懂得等待，佢急於用自己嘅方法去成就天主嘅應許。佢從抓住哥哥嘅腳踭，去到換取哥哥長子嘅名分，又去騙取父親嘅祝福，再到多年與舅父拉班嘅周旋，佢一直都活喺靠自己呢個嘅模式裏邊。直到培尼爾嗰一個夜晚，天主冇俾佢新嘅策略，亦都冇替佢解決眼前嘅危機。天主只係使佢瘸了腿，跛着腳。從此以後，雅各伯每走一步都要記得自己不再依靠自己。以色列呢個新名唔僅代表佢係與天主搏鬥嘅一個人，更象徵佢係一個被天主改變嘅人。雅各伯睇起上嚟似乎係找住了天主，其實佢終於被天主征服咗，被天主找住了。喺呢度有個小總結，培尼爾之夜係雅各伯生命嘅重要轉捩點。佢雖然瘸咗腿，卻第一次學會唔再找取，而係單單依靠天主，搲實天主。從此佢嘅生命嘅焦點開始從追求祝福轉向尋求賜福嘅天主。喺呢度反省一下，雅各伯嘅經歷，亦可以講好多信徒成長嘅寫照嚟嘅。信仰嘅初期，我哋時嚟到天主嘅面前尋求咩啊？平安啊、保守啊、祝福啊咁樣。
不過天主更深嘅心意係帶領我哋從尋求佢嘅恩典走向尋求佢自己。好多時候我哋所渴望嘅係天主手當中所賜嘅恩典或者恩寵一樣咯嚇，例如健康啊、家庭啊、工作順利啊、兒女成長啊。至於天主嘅旨意啊，至於天主嘅價值觀啊，以及天主所盼望塑造人嘅生命係點樣啊？一般人往往認識有限，亦都較少追求啊。不過耶穌曾經咁講，佢話喺馬竇福音6章33節，佢話你們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他的義德，這一切即係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呢句說話提醒我哋，生命嘅焦點唔應該只係追求天主所賜嘅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即係天主嘅恩寵啦。簡單啲講，更要追求嘅係賜恩寵嘅天主。因此，培利爾唔單止係雅各伯生命嘅轉捩點，亦都係每位信徒生命當中都可能經歷嘅屬靈歷程或者信仰歷程，從依靠自己到依靠天主，從追求祝福去到追求賜福嘅天主，從找取恩典去到找取天主自己。因為人生最大嘅祝福唔係得到天主嘅恩賜，而係得着天主自己。我哋而家去到雅各伯人生嘅第6階段，亦都係最後一個階段，就係講關於雅各伯嘅晚年啦。佢從找住去到順服同埋敬拜。創世記37章1至35節，喺啲書嘅第一點，雅各伯失去約瑟，天主開始拆毀佢嘅依附啦。雅各伯一共有12個仔嘅，不過約瑟同本雅明呢兩個呢，就係佢摯愛嘅太太勒克爾所生。勒克爾過咗世啦，因此雅各伯特別痛愛約瑟，甚至親手為佢做咗一件彩衣，即係5顏6色嘅衫，好靚噶啦當時啊！亦都因此呢，招致佢其餘嘅兄長嗰一份嘅妒忌。有一日，約瑟嘅哥哥，成班哥哥合謀將佢賣咗俾經過嘅伊士馬爾商人。嗰個商人當然啦，買咗約瑟啦，於是乎就順路帶咗佢落去埃及。之後，約瑟嗰啲哥哥拎咗約瑟嗰件彩衣，又殺咗一隻公山羊，將嗰件彩衣染上血，派人送到父親嘅面前。雅各伯一見就當然認出嗰件彩衣啦，係屬於邊個噶啦？點會唔認得啊？佢親手為阿約瑟做噶嘛。就喺呢一刻，雅各伯嘅世界彷彿徹底崩塌了。經文記載，雅各伯遂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腰間圍上麻衣，為自己的兒子哀傷了多日。創世記37章34節。撕爛衣服呢，係古代近東人表達極深哀痛嘅記號嚟㗎。當一個人內心被撕裂嘅時候，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一個咁樣嘅反應。雅各伯失去嘅唔單止係個仔，更加係佢晚年最大嘅安慰、盼望啦，以及對未來嘅寄託。佢嘅兒女都前嚟安慰佢，但聖經話乜嘢？他卻不肯受安慰。創世記37章35節，係真嘅，因為有一啲傷痛深到一個
個地步，就係任何語言都無法觸及。佢話：我只有悲哀地下到陰間，到我兒那裡去。嗱，從前嘅雅各伯嚟到天主面前，總係習慣一面祈禱一面籌算。即使佢祈求天主救佢脫離厄撒烏都好啦，佢仍然安排禮物要分隊啊，預備道路啊，點樣走佬啊。不過今次面對約瑟嘅死亡，佢再冇辦法掌控啲乜嘢。面對人終極嘅敵人，即係死亡嚇，佢只能夠哀哭。雅各伯所珍愛嘅、所依靠嘅一切，似乎都被奪去咗啦。主正係藉住呢場苦難，觸碰雅各伯生命裏邊最深嘅依戀啊！雖然佢嘅信德已經成長咗唔少噶啦，不過佢嘅愛同盼望仍然大量係寄託喺勒克爾啦、約瑟啦同埋本雅明嘅身上。佢雖然經歷過天主，不過仍然緊緊抓住天主所賜俾佢嘅恩寵。因此，約瑟嘅事件就成為一場更深嘅煉淨啊！天主要教導佢，人最終所依靠嘅唔係恩賜，唔係天主賜俾人嘅任何一樣嘢，而人最終所依靠嘅係賜恩寵嗰一個嘅天主。因此，天主容許呢件咁樣嘅事發生，唔單係祝福雅各伯，更加係喺度塑造緊雅各伯。唔止係賜下恩寵，更加要將雅各伯帶到愛慕賜恩者勝過愛慕恩典咁嘅地步。呢種藉住失去而被煉淨嘅經歷，某程度上亦都從約伯嘅遭遇呢頗為相似。跟住落嚟一點，沉默嘅歲月裏邊，雅各伯學習喺冇答案當中活着。就係從嗰日開始，雅各伯長久咁樣生活喺約瑟已死呢個咁嘅悲痛當中。呢段歲月亦都逐漸改變咗佢嘅生命。過去嘅雅各伯總係習慣找取，乜嘢時候佢總有方法嘅，佢總有計劃嘅，總能夠為自己尋找出路。不過而家佢被迫學習另一個事件，就係學習乜嘢？承受。更難捱嘅係咩呢？就係喺呢一段漫長嘅歲月裏邊，聖經似乎係冇再記載天主向雅各伯顯現或者講話。簡單啲，天主隱藏咗。對雅各伯嚟講，天主似乎係沉默啦。當天主出手嘅時候，人還能夠有所依靠，係嘛？天主出手啊，天主仲喺樹喎。當天主說話嘅時候，人還能找住應許，係咪啊？當天主講嘢嘅時候，係天主咁講，我找緊呢個天主嘅說話。不過當天主似乎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講嘅時候呢，人還能繼續相信嗎？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特別喺逆境嘅時候，往往人係會懷疑自己嘅信仰，亦都懷疑天主喺唔喺度。雅各伯冇答案，佢只係繼續活着。每天醒嘅時候，佢仍然生活喺約瑟死咗啦呢個咁樣嘅傷痛當中。每天入睡，環境依然冇改變，失去，痛苦冇離開。不過正係
喺呢啲看似空白嘅日子裏邊，天主嘅工作其實係從未停止嘅。呢點我哋一定要相信。我哋要喺雅各伯身上去了解到天主嘅模式，即係天主嘅方法，我應該咁講。天主冇藉住神蹟啊或者震撼嘅介入嚟到改變雅各伯嘅處境。有時天主唔會改變人嘅處境，不過喺沉默同埋等待當中嚟到塑造雅各伯嘅生命。天主好似一位耐心嘅雕刻家，佢唔急於完成作品，而係用時間一點一滴嚟到去磨掉雅各伯心中對掌控嗰個嘅依戀。於是雅各伯漸漸從一個不斷找取嘅人變成一個學習接受失去嘅人。佢嘅生命唔再係喺奔跑同埋計劃當中被塑造，而係喺無能同埋等待嘅裏邊被天主悄悄改變。創世記37章至45章當中嘅雅各伯，俾我哋見到信德成長嘅另一種面貌。我哋往往好容易將屬靈成熟同神蹟啊、感動啊或者異象連結埋一齊，係嘛？我哋好多時以為呢個人啊好犀利啊，佢見到異象啊，好犀利，佢行神蹟啊。不過雅各伯晚年嘅成熟不是如此。佢嘅信德係喺天主似乎沉默嘅日子裏邊，喺長久嘅等待當中，喺無法改變嘅現實，甚至無能為力嘅處境當中，慢慢被天主塑造出嚟。其實唔單止雅各伯，如果我哋要小心睇聖教會嘅好多嘅聖人聖女，都係喺咁樣嘅環境下邊呢去成聖嘅噃。呢個其實亦都非常貼近好多成熟信徒嘅生命歷程，係啦。因為天主最深嘅工作，往往唔係立即改變環境，而係喺等待當中嚟到改變人。當外在嘅一切似乎停滯不前嘅時候咧，天主仍然喺人嘅內心深處默默工作，係嘛？天主喺人心裏邊工作，我哋要記住。所以我哋要時時去反省我哋嘅內心，聆聽我哋嘅內心。因為內心先至係天主工作嘅地方。天主喺人嘅內心裏邊，使信德喺看不見答案嘅歲月裏邊逐漸扎根、生長，並趨於成熟。落下邊一點，雅各伯落去埃及喎。呢度係佢最後一層恐懼被除去嘅。創世記42章至到46章，好多章書喺裏邊。當時饑荒肆虐客納罕地，唯獨埃及有糧食。雅各伯就打發佢啲仔，成班仔前去賒糧。不過佢冇帶最細嗰個仔本雅明，佢唔捨得俾本雅明跟住去。不過佢慢慢想唔到，佢哋翻嚟嘅時候帶咗一個消息，竟然使佢陷入更深嘅掙扎同埋痛苦裏邊。原嚟當佢哋喺埃及賒糧嘅時候，埃及嘅宰相呢，好嚴厲咁樣盤問咗雅各伯嗰班仔。當然當中就問，點解你冇帶本雅明？你仲有個細佬嘛？佢問嘅係咪？你仲有個細佬啊？係，我仲有個細佬。咁呢個宰相就，點解你唔帶埋呢個細佬嚟啊？於是乎呢個宰相就扣留咗西默盎。點解扣留佢呢？因為佢要求呢一班雅各伯嘅仔要求呢一班兄弟，下一次嚟你再賒糧呢，你必須帶埋你最細嘅細佬本雅明一齊嚟。咁我到時賒糧俾你，亦都放翻西默盎，扣起佢做人質。嗱，對於雅各伯嚟講呢，呢個幾乎係無法接受嘅要求嚟嘅。自從約瑟失蹤咗之後，本雅明就成為咗佢最愛嘅太太勒克爾留俾佢嘅最後一個仔。
亦都係佢情感最後嘅依靠。經歷咗多年喪子之痛之後，雅各伯竭力想保住呢一個僅存嘅寶貝，彷彿只要本雅明留喺自己嘅身邊呢，雅各伯就覺得，我會避免再失去佢，喺我身邊最安全。因此，雅各伯斷然拒絕俾本雅明離開，冇得傾。不過饑荒係唔會因為人嘅恐懼而停止㗎，糧食終歸耗盡啦，食晒啦。若唔再次落埃及呢，全家都要餓死。喺呢個現實嘅逼迫下邊，雅各伯終於走到自己能力嘅盡頭，佢不得不承認自己再無法用掌控嚟換取安全。於是乎喺佢個仔猶大嘅擔保之下，佢做出咗一個好難嘅決定，就係讓本雅明前往埃及。佢將自己最珍愛嘅仔交俾天主嘅手當中，佢話：全能的天主，使你們在那人面前獲得憐惜。至於我，如果要喪子，就喪子吧。創世記43章14節，佢冇辦法啦，佢唯有將佢真愛嘅本雅明交喺咩？交喺天主嘅手嗰度。最後嘅都要 let go， 最後嘅都要放手。佢唯有咁樣講，就話：我希望全能嘅天主使你哋，即係嗰班仔啊，使你哋喺嗰個埃及宰相嘅面前。佢講那人啊，喺那人面前獲得憐憫啦。至於我，如果天主真係要我喪子嘅，就喪子吧，係嘛？呢個係一個 total surrender 嘅表現。嗱，呢句説話唔單止係無奈嘅嘆息，更加像係一種信德嘅交託。多年以前，雅各伯總係設法想掌握局勢，安排未來。如今佢終於學會咗承認自己嘅有限，並將一切嘅嘢，將結果交翻俾天主。天主話事之後，雅各伯當然就係留喺屋企啦，度過咗一個好漫長嘅等待。佢唔知道埃及嗰邊究竟發生緊啲乜嘢事，佢自己當然亦都無法改變任何事啦。佢只能夠等待消息傳翻嚟。等待真係對於雅各伯嚟講咧，呢段日子嘅等待實在係好難捱。之後過咗一段時間啦，咦，好消息一層一層翻嚟咯，就係本雅明平安歸來，西默盎又被釋放咗啦。令人震驚嘅仲有一件事佢帶嚟咗一個冇辦法，佢哋呢班人帶嚟咗一個幾乎無法想像、無法相信嘅消息，就係約瑟仍然活着喎，佢冇死到喎，不但活着，而且仲成為埃及嘅宰相。起初雅各伯唔敢相信，直到親眼看見約瑟派嚟迎接佢嘅車輛同埋憑據咧，佢嘅心神先至重新甦醒過嚟。佢話：夠啦，我兒約瑟還活着，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見他一面。創世記嘅45章28節。喺此時，雅各伯先至開始明白，喺嗰啲以為失去一切嘅歲月裏邊，天主其實從未離開過。當佢以為約瑟已經死咗嘅時候，原來天主正喺埃及預備緊拯救佢全家嘅道路。我哋都仲記得天主點樣一步步去帶領約瑟由被賣去做奴僕，直至到做埃及嘅宰相。天主點樣帶領約瑟去準備喺豐年嘅時候，即係豐收嘅年份嘅時候，
去準備糧食，以至到饑荒日子到呢，不但止埃及有糧，甚至乎有充足嘅糧嚟到照顧客納罕過嚟嘅一啲饑民。咁你諗下，係唔係當雅各伯以為約瑟死咗嘅時候，好傷心嘅時候，好彩佢冇抱怨天主啊！喺咁傷心嘅時候，原來天主默默咁樣喺埃及為佢全家準備咩啊？準備糧食。當佢以為人生只剩低失去嘅時候，天主早已經喺暗中安排咗佢哋重逢嘅恩寵。原來天主嘅工作從未停止過，只係天主嘅工作方式往往超越咗人嘅眼光同埋時間。咁係真嘅，呢個天主係嘅，天主嘅工作佢冇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或者佢冇需要預先通知任何人。天主就係往往嘅去默默嘅，應該咁講吓，去為人嘅好處而準備一切。不過就喺希望重新燃起之際呢，一個新嘅挑戰又擺喺雅各伯嘅面前。佢喺度諗：我真係要離開客納罕落去埃及咩？對雅各伯嚟講，咁樣唔係一次遷徙咁簡單。因為客納罕地係天主應許俾佢阿爺亞巴郎，俾佢爸爸依撒格，同埋應許俾佢嘅土地嚟嘅噃。即係話客納罕地係祖先蒙召同埋蒙福嘅地方，而如今佢卻要離開呢片應許之地，前往一個陌生嘅國度。佢冇辦法確定呢條路係唔係真係出於天主嘅意思呢？佢冇辦法看見未來將會有啲咩嘢發生，因此雅各伯冇急於出發，佢先嚟到貝爾舍巴。呢個係咩地方呢？貝爾舍巴就係離開應許之地之前嘅最後一站。喺嗰度，佢向佢父親依撒嘅天主祭獻。呢個舉動顯示出佢生命當中的確改變咗。年輕時嘅雅各伯總係先憑自己嘅方法去掌握局勢，然後先至尋求天主嘅祝福。不過而家佢選擇先停下腳步，嚟到天主面前等候佢嘅帶領。佢嘅行動反映出佢願意先尋求天主嘅旨意，然之後以信靠同埋敬畏嚟到去回應天主。因為佢呢一個嘅態度同埋佢呢個改變呢，就喺嗰一晚，天主喺神視當中呼喚佢咁講：雅各伯，雅各伯。佢回應話：我在這裏。喺創世記46:2。嗱，自從佢翻去客納罕地以嚟，聖經已經好耐冇記載到天主向雅各伯說話，係咪啊？喺呢啲咁漫長而且沉默嘅歲月裏邊呢，而家終於被打破。天主對雅各伯話：我是天主，你父親的天主，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去，因為我要使你在那裏成為一大民族。我與你一同下到埃及，也必使你再上來。若瑟要親手合上你的眼。創世記46:3-4。呢一番說話直直咁樣觸碰到雅各伯心中最深嘅憂慮。佢所害怕嘅唔單止係前途未卜，更係離開應許之地之後，係咪仍然行走喺天主嘅計劃之中啦？呢個係緊要。所以我之前都有講到，一個開始喺信仰成熟嘅人，佢唔單止係尋求天主喺外在或者俗世上俾啲咩祝福佢，而係佢好介意嘅就係我係咪行喺天主嘅計劃之中。
係嘛？先尋求佢個國同義啊嘛。咁就係正正反映出雅各伯而家已經學會咗喺一切事上邊先尋求天主的旨意。不過天主並冇向佢解釋所有將要發生嘅事，亦都冇將未來嘅道路完全攤開喺佢嘅面前俾佢睇得一清二楚。冇，天主只係俾咗雅各伯一個應許，就係話我與你一同下到埃及啫。不過就係呢句話夠啦，已經足夠啦。雅各伯嘅一生都喺度追求祝福。佢曾經喺雅波克個渡口嗰處咧，緊緊抓住天主。佢話：你若不祝福我，我決不讓你離去。不過喺呢一刻，佢唔再要求更多嘅保證，亦都唔再同天主討價還價。佢只係聽見天主嘅應許，就順服前行，唔問咁多。於是聖經簡單咁樣記載，話雅各伯遂由貝爾舍巴起程，係嘛？就係咁簡單，冇條件，冇遲疑，冇抗拒，佢只係起身前行。其實天主賜俾雅各伯最大嘅恩典，唔係埃及嘅食糧，亦都唔係失而復得嘅約瑟，而喺一切變化同埋失去之中，天主始終忠信咁樣與佢同行。呢份恩寵今日其實都同樣係為我哋預備咗嘅噃。記唔記得主耶穌曾經應許門徒話：看，我與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馬竇福音28章20節，個意思咪就係一樣，我與你同在，係嘛？或者我天天同你一起，佢仲要話直到今世嘅終結喎。如果我哋真係相信主耶穌呢個應許嘅話呢，咁無論今日我哋面對乜嘢嘅問題，或者面對乜嘢嘅未知、掙扎、恐懼咩都好啦嚇，我哋都係可以好似雅各伯一樣，因住主嘅一句説話，我與你們同在，於是乎就有勇氣邁出下一步。因為真正俾人力量嘅呢，唔係我哋已經睇見前面嗰條路係點，而係我哋知道誰掌管明天，又係誰陪伴我哋走過明天。我記得我曾經聽咗一首歌，佢個歌名就係咁上下。佢話：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亦都知明天誰牽我手。好美麗一隻歌。好，跟住落嚟下一點，雅各伯從找取祝福到成為祝福，呢個就係佢晚年信仰嘅成熟。係啦，到咗晚年，雅各伯嘅生命終於咧呈現出一種好深沉而且安穩嘅信仰成熟，或者叫屬靈成熟啊。當佢嚟到埃及嘅時候，一個耐人尋味嘅場景出現咗啦。嗱，呢位佢出身係牧羊家庭，年紀老邁，又睇身體就衰弱啦，開始一個咁嘅老人，竟然企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嘅君王法老面前。法老即係皇帝啊，埃及皇帝。佢2次為法老祝福，喺創世記47章7至到10節。按照世人嘅眼光，法老係擁有權勢啊、財富啊、榮耀啊，即係世界之巔啦。但係從天主嘅角度嚟睇，真正承載到應許嘅人呢，反而成為咗祝福的施予者。雅各伯唔再係一個四處尋求祝福嘅人，佢反而成為一個能夠將祝福帶俾別人嘅人。呢個就係天主嘅作為，同我哋世人一般嘅睇法係唔同嘅。隨後喺生命即將結束之際，
雅各伯為約瑟嘅2個仔同埋自己嘅12個仔祝福。呢個係喺創世記48章至到49章。值得注意嘅就係，今次佢唔再受個人情感左右啦。過去嘅雅各伯呢，曾經因為偏愛舅父嘅細女勒克爾，於是乎就有好多情況之下呢，傷害咗大女兒勒亞。又係因為佢偏愛約瑟，就造成好多家庭嘅糾紛、家庭嘅紛爭。但係而家佢係按照天主嘅旨意同埋按照天主嘅應許嚟到去宣告呢啲祝福。佢所講嘅話唔再出於佢個人嘅偏愛，係嘛？而係出於屬天主嘅意思。咁即係話佢慢慢已經脫離咗自我執着。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同埋棄絕自我啊嘛，係嘛？然之後跟隨基督啊嘛。咁呢個係每一個信徒去到最尾嗰個嘅成熟嘅表現。更令人感動嘅一樣係雅各伯回顧自己一生嘅時候，佢坦誠咁樣講，佢話：我平生嘅年日又少又苦。創世記47:9。呢句說話佢冇掩飾佢喺生命當中嘅艱難同埋痛苦。佢經歷過逃亡、欺騙、失去摯愛、家庭衝突，以及多年失去約瑟嗰份嘅傷痛。然而喺一切痛苦呢啲苦難之後，佢並冇變得苦毒，生命並冇扭曲，亦冇抱怨天主。相反，喺祝福約瑟嘅兒子嘅時候，即係佢嘅孫啊，佢祝福佢啲孫嘅時候，佢反而稱頌天主係一位乜嘢啊？係嗰位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天主，係嘛？佢有嘅，佢從佢嘴裏面出嚟嘅就係讚美、感恩。其實好多人經過咁長歲月嗰個嘅磨練，變得苦毒嘅大有人在，生命扭曲亦好多，抱怨天主嘅當然唔少，走埋都得啊，即係信仰冇埋都得。但係佢美麗嘅就係喺呢啲咁嘅艱難嘅裏邊，佢冇苦毒、冇扭曲、冇抱怨，於是乎佢嘅生命就點啊？喺天主嘅祝福下邊越變越靚，直到生命嘅晚年，佢始終睇到原來喺所有扭曲、高低同埋眼淚嘅背後，一直有一位忠信嘅牧者引領同埋保護住佢。因此喺生命最後嘅時刻，聖經留低咗一幅極其美麗嘅畫面。聖經咁樣講：以色列靠着床頭，即係佢身體虛弱啦嘛，所以以色列便靠着床頭屈膝下拜。創世記47章31節，即係話敬拜成為佢生命最後嘅一個姿態。敬拜，冇錯，佢唔再像年輕時咁樣急於抓住祝福，亦都唔試圖掌控未來。佢唔再需要向人證明自己嘅價值，佢只係安息喺天主嘅恩典裏邊，將自己一生完全交託俾嗰位始終信實嘅天主。好美麗啊！呢個就係雅各伯嘅一生，嗰個一生轉變嘅過程，當然能夠成為我哋學習或者提醒嘅一啲寶貴資料、寶貴經驗。好啦，去到總結啦。從找取長子嘅名分，到找住同佢摔跤嘅天主使者，從逃亡者去到後來一族
嘅族長，從充滿計算嘅人去到安靜敬拜嘅人。雅各伯嘅一生係一條被天主不斷塑造同埋更新嘅道路。最終佢發現人生最大嘅祝福唔係得到自己想要嘅一切，而係喺所有得失、成敗同埋苦樂之中，始終有天主與自己同行。而咁樣亦都正係雅各伯留俾後世最寶貴嘅信德見證。咁唔係雅各伯一生嘅，唔止係即係咁樣，唔止係雅各伯一生嘅總結嘅，其實亦都濃縮咗無數信徒嘅信仰歷程嚇。頭先我都略略提過啦。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當中，其實都同時住咗雅各伯同埋以色列。我哋時時都好似雅各伯咁，習慣依靠自己嘅聰明啊、能力啊，係嘛？找住天主所賜嘅恩典啊，就忘卻咗賜恩典嘅源頭。意思即係話，我哋好少尋求天主旨意啊，佢嘅價值觀啊，佢對我有啲乜嘢心意啊，係嘛？佢想點樣塑造我啊？佢個天主嗰個嘅質素係乜嘢啊？不過天主並冇因咁樣放棄我哋，天主透過生命當中嘅等待啊，讓我哋等待，讓我哋失落，讓我哋喺生命裏邊有掙扎，同埋有佢無數咁多嘅恩寵，一步一步塑造我哋，使我哋學會將眼目從祝福轉向賜福嘅主。正如主耶穌教導過我哋，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他的義德。當有一日我哋唔再將祝福放喺天主面前，而單單以天主為滿足嘅時候，我哋都會好似晚年嘅雅各伯一樣，喺敬拜同埋安息當中發現人生最大嘅福氣唔係天主所賜嘅一切，而係天主自己。今日我分享去到呢度，願天主祝福我哋大家。